来乡亲啊，今年入冬上强的大陆冷气团阴暗到位，这个天气真冷，闹心血管的疾病一定要真注意。来看南投的德山有一个60外岁的乡亲，突然间心惊塌，亲友开车甲载到派出所，请警察帮忙开路送病院。本地是10分钟的路程，3分钟就到位了。医护人员嘛来把握着黄金5小时的救援时间，救回一条命。 民众开车来到派出所，请警员协助开路。原来车顶一位60外岁男子心惊塌，警员马上开巡逻车，沿路向警报器，民众的车对伫后面。当时刚好是上班时间，2台车连续冲过几个红灯。派出所到医院约要花10分钟，巡逻车来协助送医来，使用约3分多钟。 医护人员赶紧把男子送入急诊室，把黄金5点钟的救援时间，及时救回男子一命。最近的天气较冷，已经几啊名患者疑似因为天气冷引发心惊塌。医师呼吁老人甲细心的患者，加心血管高危险群，天气较冷一定要注意。除了说要多添加衣物，老人家就不要太早出来到户外去运动。那这种时候比较冷的时候，可以多喝一些温水。 医师表示，人体的头部暗棍、颈甲、骹脊、肚脐、骹头骨、甲骹底，这是保暖的6大部位。只有做好保暖，才会当避免因为受寒产生疾病。